夏多嘅運作方式好簡單，但價值好大。你只需要將你最關鍵而密封嘅原材料或有效成分交俾我哋，我哋用夏多技術進行物理優化，全程唔拆封、唔接觸入邊嘅內容物，然後送翻俾你，繼續製成商品。成個過程，你嘅原材料零污染，生產線零改動，配方零改變，認證零影響。你唔需要改任何嘢，只係多咗一個工序，而呢個工序會令你嘅產品品質升級，成為市場上獨有嘅競爭優勢。無論你係護膚品、保健品、食品定係飲品品牌，只要你想提升產品質素，又唔想改動現有生產流程，夏多都可以幫到你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，歡迎 inbox 或者 WhatsApp 9332879查詢。